中选会今日公告总统、副总统选举被连署人的这连署结果，其中过台面甲偌背下的连署人数有902000多人，超过法定的连署人数会当参选。不过其他9组呢，这连署人数拢无到标准的一半，连且保证金100万也拢无法度摕回去。我是送货出身的。顶日送出连署书，红海创办人郭台铭甲副手合作判罗培霞信心满满。中选会10时也正式公告郭台铭甲罗培霞过关。连署人数是902389人，会依法发货完成连署证明书跟发函，连署保证金100万。每一份连署书对我都是一份责任，我们会继续奋勇向前。除了郭台铭甲罗培霞，也个9组金马拼连署独立参选。根据中选会公告结果，陈祖才甲黄尚峰合计的连署人数473人是第2济，北方第2大抢劫要犯的那信基甲共和党主席周克基搭配连署，合计连署人数58人。大体主要是陈美惠甲吴超成送出连署数255410人，符合规定的连署人数只有2人，其他柯阳德甲姚玉生等5组拢无提高连署事件。那过半也感谢社会大众热情支持，和连署会当过关。终于在今天中选会公告，我们合格的份数是90万份，是高标的通过的门槛。那非常感谢各社会大众给我们的热情支持，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民意的真实的展现。2024大选卡无要紧，中选会公告11、27、24参选登记，郭台铭交出甲有效连署分数，拢是史上第2悬，只输伫2000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大约106万分，有效94.9万分。也毋过真侪字无公开行程，郭台铭后手动向真受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